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國軍為今仔日開始到26號進行着5天4暝的立即戰備操演。學者分析，台灣的軍方有真濟新武器，這屆的操演會當看作是小漢光的演習，讓國軍官兵對武器的操作更加熟手。分霸8年的裝甲車頂，國軍的官兵全副武裝，保持警戒，陸軍出動，目前機動力上強、防護力上讚的國造裝甲戰車，因為今日開始是國軍立即戰備操演的頭一天。CM11用火戰車對着後壁有強大行進間的射擊加夜戰的夜視能力，這戰車為陸軍2692賽出來，要到桃園地區重大建設模擬戰時應用。為5天4暝操演起鼓，這是國軍練兵3部曲的頭一部。7月中旬的練習防禦操演會頭一擺登場，上尾是重點8月初漢光42號實兵的演習。作為是8月的漢光之前的一個小型的一個小漢光，我們其實擁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武器。那新的武器要如何在這一次漢光演習之中去表現我們的一個實力？我覺得這一塊會是這一次的立即戰備操演的主要目的。國軍透過操演展現平時訓練的成果，同時共軍嘛無停止來亂。廣播隊長偵測到19台共機進入咱國西南邊空域甲西太平洋將屬灣海登航。中共啟動所謂的遠海長航訓練，其實就像外媒所說的是對台灣的一個政策的緊縮，企圖壓迫台灣，企圖形塑台海，還有就是第一島鏈是它管轄範圍，也就是北京當局所說的治理權的一個概念。共軍對台灣步步進逼，國軍透過實戰化操演，持續保護咱國的疆土。